頭放手，期望你幸福生到也許愛恨深厚，我總可低頭放手，只可擁有。應該唔係 KO，應該我哋頭先都聽過話有一個最新嘅 non-official， 但應該好耐後會公佈嘅，就係 New Year's Eve 咁上左右，12月底應該大馬係有得睇嘅。希望你呢件事到時大家係啦，知要做啲咩啦嘛？應該有啲經驗嘅，係啦，就係入嘅演員啦。係啊，要去總之入去戲院支持我哋啦。我記得以前馬來西亞咧，就有啲人問香港咧，就係話我啲人好熱情嘅，係好熱情。喂，嗱，我數1、2、3，嗱，大家唔好即係唔好嘥力，即係分散嘅。1、2、3，俾啲聲，俾佢知咩叫嘈。1、2、3。